第一部分，序章與歷史背景。今天，我們將走進古老的街歐喬約瓦干。這並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座熱鬧城歐，而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模樣。那是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。墨西哥城在古老傳統與現代文明之間徘徊。煤氣燈第一次點亮夜色，街道兩旁的歐洲式外牆與殖民舊宅拼立，一座城市正試圖定義自身的靈魂。然而，在這層現代化的外表之下，依舊流動着古老的信仰與民間恐懼。人們通過傳說嚟理解世界，也借這些故事安撫心中的未知。在眾多的傳說之中，有一個名字最為醒目，Inay Wala 拿瓦拉。但我們講述的，並非來自普拉布拉的著名版本，而是來自喬約瓦干的地方傳說，一個歷史與超自然交織的故事。這一傳說揭示了當時城市的另一面，文明的光明與古老信仰的暗影並存。第二部分，拿瓦爾的起源。我們首先要理解的是 Inay 這個詞，它源自古老的 Nahuatl 納瓦特語 Nahuali。在前西班牙時代，它並不是怪物，而是一種擁有特殊靈性的人。他們能夠將靈魂投射到動物之中，那種動物被稱為他們的吐怒托納爾。這是一種力量，一種知識，並不完全觸於光明，也不全觸黑暗。古代的 Inay 既可能是村莊的智者與守護者，也可能墮入陰影，濫用這種力量。Nahuatl 這個詞本身就含有偽裝、隱藏、雙重的意思，一種遊走於人類與靈界之間的存在。隨着時代的變化，這種神聖的力量逐漸被解、扭曲，成為後來令人恐懼的象徵。第三部分，黑暗的轉折。那麼，Inay 拿瓦爾的形象是如何變得邪惡的呢？答案藏在歷史之中。自從西班牙的征服開始，土著的信仰被迫與歐洲的巫術、惡魔、契約等概念混合，原本的靈性存在逐漸被看作是佢變形的女巫、夜晚的化身。於是，女性形象的 Inay 拿瓦拉開始出現。傳說中，她佢偷取孩子的呼吸，吸食他們的血液，或帶來疾病。對當時的人來說，這不只是一個怪物，而是一種社區恐懼的象徵，對未知、對失控、對命運的恐懼。昔日的守護者變成了黑夜的獵者，拿瓦拉的暗影在人們的夢境與現實之間蔓延。第四部分，科約瓦坎的拿瓦拉。現在，讓我們來到1880年至1920年的喬約瓦干，這裡依然保留着殖民時代的氣息，靜默、古老，卻又鄰近喧囂的首都。街巷中充滿記憶與時間的氣味，這是孕育傳說的完美土壤。資料顯示，喬約瓦干也有屬於自己的 Inay 拿瓦拉。這並非普拉布拉的複製品，而是一種地方性的信仰。一些故事描述她是與大地和祖靈相連的女性，另一些則講述更為黑暗的事件。有一則故事提到，一個男人懷疑妻子從事巫術，便偷偷跟隨他，
那天夜裡，他看見他卸下雙腿，化作一團火球，飛入夜空，火焰劃破夜色。那一刻的恐懼，足以銘刻一生。另一則傳閱中，名女只能化為巨犬，襲擊孩童，吸食他們的血。而在這些記載中，他被明確稱為 Keoyowagon 的 Eniwala。這些故事不僅是恐嚇，更是一種秩序的象徵。夜裡不要外出，謹慎與你交談的人，他們幫助人們解釋無法理解的死亡、疾病如夜的聲音。這是社區在面對未知時，為恐懼賦予的形象。第5部分：獵寓與反思。通過這個傳說，我們能看到 Eniwala 拿瓦拉並非僅足於普埃布拉。Keoyowagon 擁有自己的版本，它體現了當地在轉型時代中的信仰與恐懼。這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人類在理性與迷信之間掙扎的靈魂。未知從未消失，它只是換了形態。即使在現代的燈光下，古老的陰影仍在低語。也苦，這正是 Keoyowagon 的秘密，一個過去仍在呼吸的地方，一段仍在夜色中行走的傳